来看高雄中继跨性别医疗团队利用拔毛来重建女性的性器官，新的技术无需要佮手术一段长啊，所以当来减少长啊道的并发症，手术恢复了嘛会较紧。对我来讲是我的重生，也是我女儿的重生。有人讲，这届手术好亲像母女重生，对拒绝认同囡仔性别，到陪伴查囝进行跨女性别手术，紧张的亲子关系总算缓和。我很希望大家也可以意识到说，性别确认手术对于许多跨性别者来说，其实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高雄中继跨性别医疗团队最近成功完成骨腔机械手、辅助腹肚膜阴道成型手术，降低手术了后的痛甲并发症的风险，让跨性别女性得到有功能甲自然外观的性别重建。这款的手术在国外已经有上千例，不过在亚洲无普遍。那其实这个单孔达文西的腹膜手术，是在2017年在纽约所发表，以及他们的论文发布。那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000例的经验。对，那目前像在韩国、日本，韩国到今年11月才开始有。医疗团队讲，较早民间常常有同跨性别手术会较早死的观念，临床的数据来看，并无这款的状况。因为死亡率悬是真侪人无专业的手术了后，照顾团队也有去国外手术，回国真歹家己照顾。高雄中继综合秘籍进行精神科等团队，精神科医生手术前至少要1年的评估来确保患者意愿。要确定他就是已经适应他的另外一个性别的生活。那另外就是说，他如果做了手术不会后悔，大概就是我们最重要的2个原则这样。有一天可以达成自己的，就是自己的身跟心是一样的。医生也提醒，骨腔机械手、辅助腹肚膜阴道成型手术，除了费用全部自费，也要一世人家己顾中间的部分。敢要动手术，有时要斟酌伤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